美国纽约有真侪柑仔店的内面拢有饲鸟，这鸟会当替因掠鸟鼠。但是法律是有规定哦，讲这内面若准有袂食的，就袂当饲鸟。调频将发起联署，希望政府呢会当建立完整的认证制度。鸟仔坐伫架顶，好奇的尾溜是嗅来嗅去。美国纽约的杂货店内面，店内有鸟仔是定定看到。这鸟会当替头家来掠鸟鼠和家蛇，好害通卖伫卖食米的店内伤仓手。而且鸟仔阁是店内的吉祥物，好买物件这个简单的动作充满温度，变做遮侪纽约人的生活基地。It's not just to keep the store clean and keep the mice away. It's becoming part of the business. You know, he's one of us. We feel like the cat is one of us. 纽约人即马拢在小只鸟仔，甚至有人特别替因创 IG 的粉丝专页，定期放各地点鸟的相片。不过，根据纽约州的法律，卖食米的室内袂当饲鸟仔，无是会当甲因罚钱。虽然讲官方讲这是为着要确保店家拢会当符合食品安全的法规，检查员伫罚钱进前拢会先可靠，但是真侪店主嘛是唔甘愿。It's amazing maintenance, cleaning, everything. You know what I mean? It's a beautiful thing. The cleanest animal they are is actually the Bodega cat. 为了让店鸟会当继续出现伫大家生活内面，有人发起联署，希望政府建立认证制度，让经过认证的店主唔免罚款，佫会当配合兽医疫苗这资源，让店鸟过甲更加健康。嘛，看出店鸟对当地人来讲是真重要。到4月已经有11000个人联署，公司新闻优派准备约。